搭車過咗嚟灣仔，跟住到灣仔落緊嚟微雨，落緊嚟微雨，跟住上線啦。個平台人等咗張單嚟俾我，應該等咗張單嚟俾我，係啦。呢張單就由呢個軒尼詩道395號，東區商業中心啊，所以樓壓道奇康大廈，個價單46.4，個平台又要1.27分送到，1.17分送到。我而家老虎係得行個餐廳先，去餐廳幾多分鐘咧？3分鐘。係嗰個大廈咧，東區商業大廈咧，一個中央廚房嚟，一個廚房10幾間餐廳，一個廚房10幾間餐廳啊，係啊，有啲係預製嘅，有啲唔係嘅。我而家送呢間咧就好似唔係嘅，呢間好似牛東家佢自己喺入邊開嘅，因為佢好似係咩啊？佢以前喺灣仔嗰邊有嗰間鋪頭嘅，係生意好嘛，就好似轉咗去呢個東區商業大廈嗰度做，係啊，地下嗰度。喂，使有少時間講下啲新聞時事先。上個禮拜咧，哇！網上邊傳得好撚痕嘅，係啊，網上邊傳得好痕嘅，就好多人討論嘅。就有個新聞咧，就有個女子穿警察制服跳舞拍抖音，跟住咧有人問佢喺片入邊問佢咧，喂，哇！你套制服喺邊度買㗎？好真喎！留言嗰個仲問佢，仲講咧話，其實我都想買㗎，但係好多廠家咧都唔做啊。跟住拍片嗰個咧就答嗰留言者就話，其實我係真係差佬嚟嘅，我真係警察嚟嘅，我真警察嚟嘅。但係因為費事俾人罰咧，所以我先 call case 啫。哇！咁原來警察都去揾抖音嘅，唔係借單一事件㗎，原來仲有單㗎。原來前日都仲有單㗎，即係前日有一個咧着住警察制服嘅男警行必嗰陣時係又拍抖音，行必都去拍抖音。哇！心諗大佬真係紀律部隊喎，嗱嗱霎嘅，一啲紀律都冇，仲慘過我哋呢啲外賣仔啊！真係，唉，我哋啲外賣仔都有紀律少少啊，係咪先？哇！竟然着住制服去拍抖音，哇！完全影響緊佢自己嘅專業形象咯。我講住，而家到咗餐廳，係啦，上邊睇下有冇甩絲，你睇下有冇甩絲。而家行落去，係啦，行落去睇下有冇甩絲。你先應該好快啫，一個用嘢食，好快啫。而家行嗰度去。係啊，哇！原來警察都玩抖音，唉，真係陰公。睇下先。Hello。2256啊！2256有冇啊，靚仔 ？Excuse me, sir. 10 minutes. 個2256啊，睇下地下有冇。Yes. Why is very late this one? 要咩2256， 2256。我睇下地下有冇啫嘛。係啊，佢遮住咗啊，大佬，我想睇地下有時佢。取餐，睇下先。哇！仲有9分鐘到目的地，9分鐘到目的地。喂，即係抖音嗰個咧，喂，大佬，即係身為紀律部隊職人員咧，應正常嘅要咩㗎？要咩啊？要記錄年齡㗎嘛？係咪先？尤其你翻工期間，喂，大佬着住件制服嚇，係面向大眾市民，面向大眾。係咪先？我哋當值期間可以揾抖音，你揾抖音嚟賺錢？喂，你當咩啊？當警察咩啊？當做警察係一個工具，因為為你賺取流量嘅工具。
一個為你賺取金錢嘅工具。係你做警察人工唔錯，但係你冇理由你因為着住件制服而可以賺取額外收入嘅途徑㗎嘛？啱唔啱啊？喂，咁我哋外賣員有冇制服㗎嘛？冇㗎嘛，係咪先？咁我拍片都係純粹想同大家講，喂，外賣員都辛苦嘅，係啊，外賣員都辛苦嘅。上一張單咧要行，上一份外賣要行1點幾公里至2公里不等，係啊，仲有時間要趕嘅。咁你唔係喎，你警察嚟喎，警察你唔使講噶嘛，係咪先？市民報警，市民報案啊，你都成30分鐘先到案發現場㗎，係咪先？嚇，咁耐先到發現場處理個 case， 哇！仲要返工期間拍抖音，哇！心諗大佬，點叫香港市民？點叫香港市民覺得你警察咧有個決心可以維持香港治安？怪不得越嚟越多呢個乞兒啦，條街啊多乞兒，多呢個電動單車咧飛嚟飛去，啊！怪不得冇人執法啦，係咪先？原來啲警察係掛住拍抖音賺錢賺流量，嚇！喂，如果係咁啊，你不如咁啊！所有警察如果中意拍抖音，喂，除咗件制服佢，係啦，冇影響警察嘅形象。喂，我啊絕對支持咧警隊咧嚴正執法嘅。嗱，如果警隊真係有人中意拍抖音嘅，喂，我懇求啊警務處處長隔扯啲所有中意拍抖音嗰啲警察、啲警員。係啦，要維護翻警隊嘅專業形象啊！呢件事嚇，你而家警隊嘅專業形象每況愈下，日落西山㗎啦。咁你仲唔維護翻？喂，趁呢件事咩啊？趁呢事整頓翻警隊嘅專業形象啊嘛，係咪先？好講咁多住，仲有5分鐘到目的地，5分鐘到目的地。仲有4分鐘左右到。4分鐘左右到，好攰，係咯，即係，哇！如果個幾個部隊都去拍抖音嘅，哇！着住制服拍抖音，喂！咁啲醫護啊，咁之前個醫護啊，個網紅醫護啊，個護士啊，佢拍片啊，佢都俾人炒咗啦，係咪先？咁點解嗰個網紅醫護定醫生啊？哇！點解 Angel 會俾人炒？點解呢個警員唔俾人炒？喂，有啲嫌咩喎？有啲嫌偏頗咯，係咪真係因為佢係警察，所以就保護佢？係咪嗰個醫生，嗰個網紅醫生就唔係，就唔使保護佢？係咪？喂，執法不公啊，大佬，偏頗啊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喂，唔係淨係單一事件㗎啦，你幾單㗎啦？係啊，幾單，即係幾宗啊！你幾宗一年內起碼有2-3宗警員着住個警察制服喺度拍抖音，喂，冇俾人炒喎，即係話咩內部調查訓斥，我心諗屌呢啲不痛不癢嘅，係咪先？不痛不癢嘅嘢，喂，做乜鬼嘢啊？不痛不癢，係咪先？喂，唔講住啊！而家落緊大雨啊，出邊，哇，濕晒，救命！濕晒，仲有4分鐘嗰度，哇，又係4分鐘，係到因為咩啊？落雨啊，小心啲行，乜嘢？係1分鐘，哇，1分鐘到目的地，1分鐘到目的地，哇，出邊落緊大雨啊，哇！濕瀨晒，濕瀨晒，仲有1分鐘到目的地，1分鐘而家到目的地，搭啲上嚟，到目的地1點04分送到過去，1點04分送到過去，比平台快23分鐘，比平台快23分鐘，咁得繼續開工，繼續開工。